倒水哇。还是要努力，好好去学习，多看书对你有好处，懂没有？啊？哦，你看嘛，你这么小，以后你发展前途还长得很，你好好努力，不管学啥子东西都认真，懂没有？多看点书还是对你自己好处。你们得不得充钱进去呢？啊。反正我跟你说，还是充钱的东西不要充，挣钱不容易，很辛苦，晓得不？你有这个钱可以给孝敬爸爸妈妈，还能为自己买点好衣服，还能自己买两本书看一下子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咋个啊？走咋走哪儿呢？走是移动。哦，走移动。咋打？哦，这个。哦，这个。哎，他来了，咋打？哎，快点！哦，你打得不好啊！哎呀，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。我们娃儿个打不来。哦，哇，我答应了。